在美国政府宣布开始实施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并对东突厥散生产的商品实施限制后，中共歪曲事实，谎称迷惑民众，这项法律损害了公众利益。所谓新疆政府发言人徐桂香在一次新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伤害了人民。根据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83个知名品牌的供应链中存在着维吾尔强迫劳动。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61个国家的300多名政府官员、政治家和记者出席了在罗马举行的第22届国际媒体与安全论坛。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里特克尔和维吾尔运动主席如夏阿巴斯应邀代表遭受中共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出席了论坛，并进行了发言。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财政部和世界银行的17亿美元资金，是为缓解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的严重预算赤字，确保乌克兰政府应对关键需求，包括通过支付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同时，欧盟财政部长星期一批准了对乌克兰的10亿欧元财政援助。美国和日本的高级经济官员承诺携手应对不断上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同时重申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发出的谴责。12日，美国财政部长和日本财务大臣表示，这场战争加剧了汇率波动，并给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地方官员表示，四面楚歌的斯里兰卡总统今天凌晨搭乘军机离境，前往邻国马尔地夫。总统已告知议长将于7月13日下台，总理也已经同意辞职。议会协商同意在10天内选出新总统。7月5日，斯里兰卡总理就已通知国会，国家已经破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周二公布了一套来自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全彩图片，该图像用了几周的时间生成，使用的是来自微博望远镜的数据。这些图像展示了一些宇宙区域，科研人员今后将聚焦这些区域。100亿美元的微博望远镜是有史以来发射进入太空的尺寸最大、威力最强的望远镜，前所未有的观测更为深邃的宇宙。